高方向搁找到罹难者，目前16个人死亡，10个人失联。大量民众举土瓦赶到花莲到救灾。行政院补助花莲灾民安置一名2000块，台东二流村甲武鹿村上紧明仔暗恢复送电。台湾人去罗马尼亚租车去，互警察抓落来，讲因无申请台湾，要甲驾照送去中国大使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7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戴芝。新闻头起先来看马太安溪邦山湖1楼，早起找到一位死者，确定是农场员工。下晡要3点呢，是搁找到一个罹难者，身份还未确定，目前死亡人数是16个人，另外有6个人失联，包括一个是退休的教授，伫咧佛祖街迄卡岛去互大水抢走。高雄直升机飞到国福乡到佛祖街顶悬，为空中协助找找失联民众，包含一名姓高的退休教授。邦山湖一流重灾区，佛祖街周围还佫继续窜流的泥水。嘉义市特殊队成员想要接近失联民众家园，爱手搭伫肩胛头斗阵撩水，才能抵抗强烈水流。这2户人家应该是已经有撤离的动作。那我们现在就先撤回。加上风暴失联的姓高的退休教授，厝塞伫个大水另外一边，要调回去难度真悬。没入，有1个人。就是没办法进去，对，没办法。我们目前还努力尝试要接近，对。不过现在目前还是水流太湍急，还是没办法接近。下晡4点上新统计，邦山湖一流失联减做6人，因为增加1人死亡。早起10点外，伫公河谷卡水尾受风美山大桥附近，有民众伫溪边发现这个农场员工，警消紧急出动。当地殡仪馆的家属看到冰冷的亲人，是真伤心。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没有怨言。目前中央应变中心统计，邦山湖一流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也包括找到罹难者。在2点50分左右，那我们现在又发现一个罹难者，不过还在挖掘中哈。中乡地方一次派出超过300个人力，数十个替代役，也有5只搜救犬，9台无人机配合重机过来学，全力找找失联民众的下落。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高方乡也有6个人失联，搜救队继续咧拼找找。高雄市的搜救队和国军的特战队今仔日撩水入去佛祖街，有找到罹难者。因为这回灾害是较罕咧拄到的南马地救援，这也成做未来搜救队训练的重点。冒险渡过窜流的土水，高雄特搜队员甲国军特战队10多人，用人力的方式结合，并且用手运送这个机具，要进入佛祖街1楼的所在来搜查失去联络民众。27下晡伫出来新民厅找到一个罹难者。后续使用圆锹及徒手挖掘，顺利移出大体，进行固定及建立相关浮力之后，使用人链及配合绳索将大体通过急流，那送至安全地点。我是用慢慢飘的方式。穿这个在铺起来3个台南特搜队员，继续伫东西区佛祖街找失联民众。伊有现场拢是烂土真松软，因用漂浮的方式入去，用手哪摸哪吹，尽可能找人。我们尝试把泥水舀出来，可是因为范围太大了，当我们舀的时候，旁边的泥水又灌进去了，徒增我们在搜救的一个困难哦。结束这60点钟任务的屏东特搜队，除了成功救出来6岁查某囡仔在内的64人，搜救队上了过程，特别强调鹿谷梅烂土坡灾害特殊性是未来加强训练的重点。离开地的救援，那这也是我们在消防工作中比较减少去遇到的灾害类型。那这也是未来可能我们在消防特搜需要去再加强训练的一部分。不过6岁查某囡仔高中讲，到这阵员找无人，甲机关特搜队27早起、搁早起，拢是鹿谷梅的所在地找，无放弃希望。也来根据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的资料，就医院有6个人失去联络，各县市特搜队也继续伫咧执行任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连假第1天，来自全台湾热心的民众举一支土瓦，就搬车赶到花莲要救灾到出力。这车头是拢塌甜。那阿道要部落嘛是重灾区，不过离市区也有一搭，当地居民烦恼救灾会袂赴起。目前出入部落村193管道这条路，逐工都大塞车，所以今仔日开始改落南单向通行，上北就要改驶台11架线。
吊车甲大型货车都安尼卡伫真下上下车道，无法度进退，前后车也拢总袂顶袂动。整个台九线的南北的车流量，整个到193线到这里，刚好经过我们的这个很严重的灾区。马太安溪崩山河造成在海地5日，有关的程度暗过伫溪尾阿头木部落，离河堡上近干那300-400公尺承受灾。暗过因为离国界焦点的公河市区有一段路，河环境多边陷落伫后边。好像有的人不知道这边的灾难吧？这遗忘啊，别遗忘的部落。光复那边比较人力过剩，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到那个比较没有人帮忙的地方。这边反而其实是更需要来这边看到这边的景象，其实非常的冲击。连假第一日，热心民众也到公河车站想要尽力协助领工具或者是坐车去。各地民间团体表示，不管是团体报名，也是个人参加，若愿意来到沙港现场，拢会有人引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公山大庄路透早出车祸，有一个查甫人食酒塞车塞进向去弄到一台乌托摆，佮冲去弄徛家铁门，害这个徛乌托摆的民众送病院救无回来。白色小客车驶真紧，驶过这弯道拢无减速，直接弄向对向这个骑车的人。你不要动哦，你也不要想要开车走哦。警方接报到现场，造成事故这查甫人得到这新闻拢无法度应答，规身躯拢是臭酒味，精神真歹。这车祸意外发生伫27透早5点外，现场的查甫人驶车经过公山区大庄路段，弄向对向透早骑车要出门去爬山4线的查甫人，造成伊重伤，尾也送医抢救了后也是死亡。检测发现甲的酒测值超标，涉酒驾且有故意规定驶入来车道之行为，当场逮捕。规台机车拢已经散了了，骑过的铁闸门也拢歪过哪去，就知影当时弄甲实在是有够大力。也这查甫人酒测值是1.17，超过标准真多。就遇到了，就交给司法吧。大伫意外地点附近的民众讲，当地路弯来细去，赛车人若小可无注意，就会发生车祸，也造成事故这查甫人，佮毋若一摆啉酒赛车，警方现场甲人抓起来，要求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检方侦办，并且检车归押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意外消息，中华线西有工厂的脱水槽后气规个海出来，害一个工人结核结着，当场被喘开。目前这案事已经下令停工，依照这案法处罚。工厂的头家冒刑事责任。救护车开入去厂区内底了后，工厂人员赶紧指出方向，也若伤者伤势严重，无性命迹象，救援人员紧急处理了后，赶紧甲送去病院。经评估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还给予 CPR 加 AED 及肠背板固定，紧急送往彰滨秀传实施急救。过来的时候，他明显气管已经移位变形，那胸廓左上肢跟左下肢都明显变形骨折。那当下在急诊研判已经明显死亡了。赶紧进行救治了后，伤者是宣告死亡。意外是发生伫2日下晡，地点伫个中华线西一间环保清洁工厂。当时现场的工人正伫个做这个物料的脱水作业，验过熊熊一声真大声，现场的工人互发现倒伫个脱水机边啊，也那机器甲机槽这时阵已经脱开了。因为他是站在设备旁边这样子，对啊，但是坦白讲，现在长官也还在鉴定，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不完全清楚。也那这案事也介入调查，27去现场来勘查，初步判断问题出伫个固定脱水槽的结构，无维护生鲜后气，造成作业时离心力，和脱水槽长期生锈出来。那基座里面有三只脚柱啦，那其中有一个已经它已经有裂了，里面都已经锈掉了。那你如果一个断掉之后，这个剩下2只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力量。就一起就整个三只都全部断掉，没有办法防止它这个有一个灰落的一些设施啦也没有做好自动检查。这案事故除了对这间工厂下令停工，也要依照违反这案法开3万到30万不等的罚款。也若头家因为无提供劳工安全的工作环境，也要负这个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英国首相史凯尼宣布要伫国会提出数位身份证的制度来压制非法移民。虽然民调有57%的人支持政策，不过3大在野党拢发反对，讲安尼做无较早。
史卡二人伫伦敦举行的全球进步行动峰会，伫澳洲甲加拿大总理等参加的领袖面头前，宣布伊计划要伫这个会期国会提出强制实行数位身份证制度，上半伫2029年实施。伊阁指出，这互非法工作真做更较困难，也阁会互公民带来真侪好处。Let me spell that out.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work in the United Kingdom if you do not have digital ID. It's as simple as that. 数位身份证会甲非接触式支付国家健康医疗服务 App 同款，存放伫个人的行动电话，对用户名字、相片甚至国籍或者是居留状态。7月一份相关民调显示，有57%受访者支持全国性的身份证件，不过有3成人烦恼个资安全的问题。You know, we all need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 immigration, and identity cards are a way of doing that. I'm hugely concerned about the whole push towards AI and digital because, of course,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ere are dangers with hold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people's information digitally. It gets lost, it gets taken, it gets used. 英国这欧美国家到21世纪拢无身份证这项制度，是因为传统上被看作是国家过度监控加警察社会象征。工党首相布莱尔近来也要提出身份证计划，不过2010年就互保守党加自由民主党联名推翻。即马史卡尔阁要安尼做，保守党、自民党甚至反移民的激进派改革党全部拢反对，讲安尼做对解决跨海逃渡无啥物路用。自民党党魁戴维阁表示，会坚决反对到底，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有民众分享去罗马尼亚租车甲击赛，煞去互当地警察查落来。因讲罗马尼亚无承认台湾，所以台湾的驾照无效。虽然落尾人是平安，不过警察讲要甲民众驾照送去中国的大使馆。对此，咱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代表处去问这件代志。一群人赛车要去匈牙利，就伫罗马尼亚边境，互警察查来，要求全部人交出证件，佮拍开车厢，要求开行李，佮叫支援警力检求证件。最后警方表示，无承认台湾毋是维也纳公约内底国家，驾照非法免伫罗马尼亚赛车。他们跟我们说，罗马尼亚不承认台湾的任何的文件，坐他们的车到那个他们的办公室，就把我们统统带走了。虽然提出外交部公告，台湾驾照用伫罗马尼亚使用是合法的，不过也是被要求去警局。罗马尼亚警方表示，要将违法的驾照送去布加勒斯特交予中国大使馆，最后靠台湾驾照才被放走。以台湾的这个驾照呢，他们不承认的因素呢，把它甚至送到了就是中国大使馆。那这个其实呢，在整个情况来讲，它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件。乒乓协会表示，罗马尼亚是东欧重要旅游地，咱未少旅行团拢去当地行程。评估即摆家己赛车被扣驾照应该是过限。外交部声明，重视民众伫罗马尼亚赛车互警方查来甲扣驾照的事件，已经伫第一时间指示代表处向罗马尼亚政府相关单位表达关切甲了解情形，全力维护咱民众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国内，花莲继续拼搜救，副总统萧美琴今仔日也去现场勘灾。另外，灾民安置的部分，行政院提供短期的补助，一人一暝上济2000块，上长补助14天。副总统萧美琴27临时新增加行程，佮到花莲勘灾，除了视察灾区，需要也到前进协调所，就需要政府协助协调。不过花莲县长市政委因为勘灾，袂赴转来到公府团场，该由花莲县府代理秘书长廖忠陪同。萧美琴烦恼讲，若未来继续如何，可能搁再造成淹水的灾情，指示水利署这相关单位赶紧规划因应方案。这个河床这个高度提升，如果后续还有下雨的话，它的这个淹水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保障进一步的来保障民众的安全？大家轮流休息啊。那搬物件话，爱大家轮流休困，最后的清理工作时真硬斗。大家用沙条一直挖，要赶紧加工，互乡卫生所烂土拢清掉。虽然物资陆续来到花莲，不过卫生所竟也烦恼讲，医疗量能大大降低，乡民健康无保障，要赶紧互卫生所来恢复作业。
那目前我们的医疗量能几乎降到零。对，那乡民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健康安全这些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如果今天这个地方不打开，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事。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罗建成赶紧启用这个高压清洗机，确认效果。20早起有800台的高压清洗机送来到花莲，采购环境拢是落高煤也有蓝图。敢若连着清洗上班啊，手有接加好水道头就使用的高压水枪，清的速度会加真紧。不过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灾民的安置。要往外去住宿的话，他可以来进行登记，登记了之后就有专员，然后安排车辆来接驳。行政院安心大宿方案274对着这阵公司也是在地原民单位设置的收容灾民，政府提供住宿补助，一人一天上关是2000块，补助7天，会使再延长7天。可能不会去住外面吧，因为我们家比较高，平房的他没有办法住，那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他。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样对啊，我觉得还蛮窝心的啦。罗建成讲，政府30间花莲的旅宿业者会使提供大约700个床位，是短期营运的做法。中长期亲像租厝甲组合厝这方案，拢伫咧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安那台东这边海端乡的二流村甲武鹿村对外车路未通，无信号已经4天啊。今仔早起总算有电话信号会当报平安。安那台电是预估明仔暗就会当恢复送电。风台大水雨过后，南海公路东段木路到蛤蟆，真侪路段路基流失，一片路苍苍。居民讲比16年前的莫拉克洪灾搁较惨，无电也无通讯，搁正做关山孤岛。伊拉空勤直升机带来大批物资，30多岁村民伫长期的南海公路顶悬徛几排，用尽了团送物资。中华电信设好临时的通讯站，支持总算互山顶的民众，因甲山脚的亲友报平安。还会有断的状况，那个长辈说是蛮惨的，可能遭到水灾还严重。下大雨的那几天有听到怪声音吗？山崩啊！我们学校对面都一直在崩，但是它是在对向。公路局关山公务段2次继续抢修，下晡提早打好人行便道。台电也按算自白暗时11点进前，离岛甲武鹿村应有电。采用临时线传感器的方式那布设到对面的电墙。打设的进度非常的一个正常，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到下午的3点可以完成人行通道的一个打设。关山公务段表示，南海公路东段可能要到30才会用设车行便道，不过即马已经完成西段往高雄方向的道路抢修，沿河山区农产品运送落山。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新光三越百货公司今年初发生爆炸，经过整修，今仔日恢复营业。这场意外造成5个人死亡，38人受伤。店长涉嫌过失致死罪，目前80万交保，限制出境。营业时间一到，新光三越台中店的大厅来真侪人，未少人讲总算等着伊搁营业。应该台中人都会影响蛮大的，因为百货这里的动线是最好，品牌也最多。我住附近而已，所以衣住行都在这里。对，所以我非常期待。服务真侪年的专柜小姐也搁倒来，伊直讲这一刻互因等真久啊。很开心，还是一样非常感动。经过7个半月整修，台中新光三越第2次重新搁复业。台中新光三越伫今年2月发生严重起爆，造成5死38伤，尤其10楼到12楼严重损毁，互台中市政府命令停业。都发局表示，业者4月到9月修好外壁结构、升降设备、加速消防甲机电管线，了后由第三方工程单位勘验，18勘验合格，也第2楼温准营业。确认符合各权责法令规定及程序，于9月26日准予恢复使用，均以公共安全优先、专业把关为最高原则，严格要求业者落实改善计划。它这个职灾发生的原因呢，跟它的承揽关系啊，跟它的违反法令啊，这个都有论述在里面。对，那相关的这个报告书之后，我会移送给地检署去
侦办他后续的这个刑事责任啊。台中市路检处也表示，这在报告书也已经核定，后续会函送检方侦办。台中检方使用文字表示，日来传唤台中店的姓柯的店长到庭。获信电话清了后，认定涉犯过失致死、过失伤害、治安法定罪嫌，有伫80万交保候团，佮限制出海出境，也继续进行侦查，会来调查清楚责任的归属。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照诈骗集团锁定德科工程师，新竹地检署甲工研院佮新竹科航园区合作，打造诈欺预警中心，建立通报机制，希望会当加强打击诈骗。看到早起车手出现，警方连面围起的压制嫌犯。新竹因为科航园区收入悬，成做早起集团锁定的目标。为了防治诈骗，新竹地检署结合工研院科航园区同业工会，宣布成立早起预警中心，来加强防诈意识。假设公司发现奇怪的地方，或是可以预防的地方，可以先建立这个通报的管道给我们检警，在前期就能够介入来做这个侦办跟预防。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做一个提前没收，做这个侦查中查扣犯罪所得的动作，来保护整个科技业的资产。像我们工研院有一些 AI 的技术，可以看能不能跟我们那种法界一起来合作，怎么样有很快的去破一些这种诈骗集团的手段。根据新竹地检署统计，过去这一年来受诈骗损失，上济一月日的金额达我2亿2000万，显示出新竹地区民众受害严重，其中各以假投资的手法上济。科技业其实蛮多年轻人是想要提早退休这件事情，所以在投资大骗在新竹市发生的比例是非常高，可能高达30%到40%的情况。去采购一些这个软体，能够去监测到这个不好的这种讯息的传递，那么去做一些银行的端的这个诈欺可能的认证。诈欺预警中心未来建立企业回报甲通报机制，只要民众也是企业第一时间发现可疑的案件，譬如讲奇怪汇款、假网站，也是假投资的群组，检方就会发动侦办，追查违法，减少诈欺案件发生。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花莲西里有一名介意武术的少年人，日时正常上班食头路，休困有闲就会练武术。因伫咧今年全国比赛得头名。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报，做伙来看西里少年的武林之路。原来练习几个月，为西里来红布新团武术队。总算伫今年的全国创意宋江顶头的比赛当中，摕到头名。这个每一年向全台湾各地高手来遮比赛武术竞赛，参赛者咧比的，毋但是技艺，更加是对传统的热情甲支持。非常无简单吼，拼10年啊啦，终于拿到第1名了，好感动哦！谢谢各位。我愿意永远都在最后面，不许大家往前走，这是我的梦想。所以今天拿到第1名，太棒了！人讲台顶1分钟。大卡归厝经，为着互功夫更较熟手，在红武新团的少年人牺牲因休困的时间，拍拼练习。伫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成员之间难免内部会有无共意见。不过，因也是选择互相扶持，找出互相适应甲配合的方式，互学习武术的这条路，真做培养大家有共同信任的过程。练习迄排是讲，我应该针对基础对练习，以后出去表演的效果会较好一寡。上岸其实拢是为阮团队好啦。咱一个小小团队，若是小可代志拢无法度处理，阮个无法度做大代志啊嘛吼。伫即届全国创意宋江顶头的比赛当中，红布新团的团队摕到金牌。即届这个少年人有着顶，不过伊嘛真了解，这毋是重点，因为武术毋但是拳头部的功夫。更加是文化的传承，在嚟切看武术精神的修行，团队会结合更加多元的创意，互武术的水会当有更加侪面貌。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5度到37度，南部地区25度到37度，
东部地区25度到34度，华岛地区26度到3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车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